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一集講到我哋行完束河古鎮同白沙古鎮，因為太攰啦，好早就返咗民宿休息。但係第二日，即係7月2號，我哋充咗電啦，迎嚟咗今日旅程嘅重頭戲。朝早我哋喺民宿食完一碗熱騰騰嘅米線，9點鐘車準時就嚟接我哋啦，向拉市海出發。今日嘅任務係騎馬入森林採菌子。我哋着好雨衣，全副武裝，跟住當地嘅馬夫騎住馬走到文海村嘅原始森林，腳係濕立立嘅泥土，身邊高聳嘅樹木。馬夫一路教我哋點樣分別邊啲係食得，邊啲係有毒嘅菇，親手刮出嚟嗰陣，仲好似尋寶咁快樂。大人同細路都玩到唔願走。中午，我哋帶住自己親手採嘅菇菌，去咗一個納西族嘅小縣。你諗下，用最新鮮自己採嘅山珍煮成一鍋土雞菌火鍋，嗰種鮮味係城市人入面永遠都食唔到嘅味道。午餐過後，好彩天公造美，雨竟然停咗喎。我哋行到文海村嘅牧場湖邊，對住個寧靜嘅湖同廣闊嘅草原，涼風吹埋嚟，成個人都輕鬆晒，歡笑聲響遍湖邊，真係玩到唔捨得走。其實大家知唔知呢？6至9月係雲南嘅雨季嚟嘅，亦都係菌子生得最旺盛嘅季節。呢個採菌一日遊真係好適合帶啲小朋友一齊玩，因為可以親身感受由城市慢慢咁樣穿越到原始森林嘅奇妙變化。之後我哋帶住滿滿嘅收穫，返到麗江古城南門，漫無目的咁穿梭響四方街、文昌宮、大水車，再行去大賢花巷同雪山書院。落住雨嘅古城，石板路閃閃發亮，冇人擠人嘅喧鬧，反而多咗一份寧靜嘅詩意。傍晚，我哋揀咗一間火鍋店晚飯，餐廳嘅位置好好，可以望住成個古城連綿不絕嘅屋頂，一邊等住古城嘅萬家燈火一盞一盞咁亮起。呢種雨中嘅麗江先至係最有味道。呢一日既親近咗大自然，又感受咗古城嘅溫柔，真係好難忘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